下部一，聖地牙哥為水晶店老闆幹活已經將近1個月了，這並不是他喜歡的工作。老闆整天在櫃檯後面絮絮叨叨，要求他小心擺弄那些水晶，千萬別打碎一件。不過男孩還是繼續幹下去了，因為店主雖然脾氣不好，但為人還算公正，每賣出一件商品，男孩就能拿到一筆不菲的佣金。如今他已經積下一些錢。一天上午，他算了算賬，如果照現在這樣繼續幹下去，還需要整整1年才能買羊。我想做一個水晶陳列架，男孩對老闆說，可以把陳列架放在店外，吸引從山坡下面經過的人。以前我從未做過陳列架，老闆回答說，人行道過時會碰到陳列架，水晶會摔碎的。過去我在田野裏放羊的時候，碰到蛇，羊就有可能被咬死。不過這種事情是牧羊人和羊群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水晶店老闆接待了一位要買3件水晶器皿的顧客。現在店裏生意興隆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，仿佛時光倒流，又回到了從前。這裏成了丹吉爾人氣最旺的街市之一。現在生意已經相當好了。那位顧客走後，老闆對男孩說，賺的錢可以讓我生活得更好，也能讓你在不久之後買一群羊，這就足夠了。何必苛求呢？因為我們得按預兆行事。男孩幾乎是下意識地脫口而出，說完便後悔了，因為水晶店老闆可從來沒遇到過什麼撒冷王，這叫做良好的開端。新手的運氣，因為生活希望你去體驗自己的天命。老人曾這樣說過。儘管如此，店老闆卻明白男孩說的話。男孩出現在他店裏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預兆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錢櫃裏的錢越來越多，僱用了一個西班牙人。老闆一點也不後悔，即便男孩現在掙的錢比他應該掙的要多。當初老闆一直認為，僱了男孩，生意不會有什麼變化，於是答應給男孩較高的佣金。直覺告訴他，男孩很快就會回去放羊。你為什麼要去金字塔？老闆問。他想轉移有關陳列架的話題，因為總有人對我提起他們。男孩說，絕口不提他做的那個夢。如今那批寶藏成了一個痛苦的念想，男孩不願想起他。我從沒見過有人僅僅為了看金字塔而要穿越沙漠。店老闆說，那只是一大堆石頭，你可以在你家後院建一個嗎？你從來沒夢想過雲遊四方。男孩說着，便去接待一個走進店裏的顧客了。2天以後，店老闆主動找男孩談起陳列架的事。我不喜歡變化，水晶商人說，無論你還是我，都不是富商哈桑那樣的人。如果一筆生意賠了錢，對他不會有太大的影響，而我們一旦失誤，將飲恨終生。的確如此，男孩心想。你為什麼想做陳列架呢？水晶商人問。我想盡快回到我的羊群身邊，當好運降臨時，我們必須抓住機會。
順應趨勢，竭盡全力推動好運向前發展，這叫做良好的開端，或者新手的運氣。店主沒說話，沉默了一會兒之後，說：先知賜予我們古蘭經，給我們留下了5項戒律，要我們一生遵行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，真神只有一個。此外還有，每天祈禱5次，齋月的時候要禁食，面對窮人樂善好施。說着說着，他停了下來，在提到先知的時候，他眼中噙滿淚水。他是個虔誠的教徒，雖說脾氣很壞，但仍盡力按照伊斯蘭教義去生活。第5項戒律是什麼？男孩問道。2天前，你說我從未夢想過雲遊四方。店老闆回答說，第5項戒律就是所有的穆斯林教徒都要出行一次，一生當中至少要有一次。我們應該去一趟聖城麥加，麥加比金字塔還要遠得多。年輕的時候，我選擇了先積一點錢，開這個商店。當時我想，等成了富翁，就去麥加朝聖。我賺到了錢，但卻不能把店鋪交給別人照管。前去朝聖，因為水晶是易碎的。與此同時，我看到許多人從我的店前經過，朝着麥加的方向走去。有些朝聖者是富翁，他們有僕人和駱駝隨行，但是大多數朝聖者比我當年還窮。所有的人前去朝聖和朝聖歸來時都興高采烈，把朝聖的象徵物掛在自家的門上。他們當中有一位鞋匠，專靠替人家修補靴子為生。他對我說，他在沙漠裏走了將近1年，但是每當他不得不在丹吉爾村街走巷收購皮革的時候，卻總覺得比去朝聖還要累。你為什麼不現在去麥加呢？男孩問道。因為麥加是支撐我活下去的希望，使我能夠忍受平庸的歲月，忍受櫥櫃裏那些不會說話的水晶，忍受那間糟糕透頂的餐廳裏的午飯和晚飯。我害怕實現我的夢想。實現之後，我就沒有活下去的動力了。你的夢想是羊群和金字塔，你與我不同，因為你希望實現你的夢想，而我只是想保有去麥加的夢想。我曾無數次地想象過，如何穿過沙漠，到達安放着聖石的廣場。在觸摸聖石之前，圍着它繞行7圈。我曾想象過有些人站在我身旁，有些人站在我前面，還有我們的談話和共同的祈禱。可是，我擔心會大失所望，所以我寧願只保留一個夢想。就在這一天，水晶店老闆同意做陳列架。並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樣的方式對待夢想。又過去了2個月，陳列架把許多顧客吸引到水晶店來。男孩估計，再幹上6個月，他就可以回西班牙並買上120隻羊。用不了1年，羊的數量就能翻上一番，而且還能跟阿拉伯人做生意。
因為他已經會講那種奇怪的語言了。這段時間，他一直沒動過污靈和圖明，因為埃及對於他來說，就像聖城麥加對於水晶商人一樣，早已變成了一個遙遠的夢想。男孩現在很滿意自己的工作，並且無時無刻不再憧憬着凱旋塔裡化的那一天。切記，你永遠都要清楚你想要什麼。撒冷王對他說過，男孩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，並且正在為此而工作。也許他的財寶就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。他遇到過一個騙子，但之後一分錢沒花就使他的羊群翻了一番。男孩感到非常自豪，他學到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，比如做水晶生意，不用語言的表達方式，以及發現預兆。一天下午，他在山丘頂上見到一個人發牢騷，說爬上坡頂竟找不到一個像樣的地方喝飲料。男孩早已熟悉了預兆，便找到店主談話，咱們賣茶給那些爬到山坡上來的人喝吧。這裡有很多人賣茶，老闆回答說，我們可以把茶水盛在水晶杯裡來賣。這樣一來，人們不但會喜歡茶水，還願意購買水晶杯，因為美麗最易令人折服。水晶店老闆盯着男孩看了一會兒，什麼話也沒說。但是那天下午做完祈禱，關上店門之後，他和男孩在路邊坐下來，並邀請男孩吸水煙，就是阿拉伯人使用的那種奇怪的煙斗。你現在想得到什麼？水晶店老闆問。我已經對你說過了，我要把我的羊群買回來，辦這件事需要錢。店主往煙袋裡加了些炭火，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這個店鋪我已經開了30年，我會識別水晶的好壞，了解水晶的所有特性。我熟悉每塊水晶的大小和折光度。如果你用水晶杯盛茶水賣，商店必然會擴大。這樣一來，我就必須改變我的生活方式。這難道不好嗎？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。在你來這兒之前，我曾認為我在同一個地方待的時間太長了，而這期間，我所有的朋友都有了變化，有破產的，也有發財的。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難過。現在我明白了，根本不必傷心。店鋪的規模正如我期待的那樣，恰到好處。我不想再變了，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變。我對自己的一切已經非常習慣了。男孩一時不知該說什麼才好。店主又說，你一度成為我的福音，而今天我明白了一個道理，任何不被接納的福音都會變成詛咒。我對生活沒有更多的要求，而你正迫使我盯着從未見過的財富和前景。現在我知道了這些財富和前景，也知道了我完全有可能擁有它們。可是我的感覺卻比以前糟糕了，因為我知道自己可以擁有這一切，卻不願擁有它們。幸虧當初我沒對那賣爆米花的說什麼。男孩心想，
兩個人又抽了一陣子水煙。太陽漸漸落山，他們交談時用的是阿拉伯語。男孩對自己的表現很滿意，因為他會講阿拉伯語了。有一段時間，他曾經以為羊群能夠教會他一切，但是羊群不會教他阿拉伯語。世上一定還有其他一些東西是羊群教不了的，因為他們只是一味地尋找食物和水源。男孩心裏這樣想着，望着沉默的水晶店老闆。我認為並不是羊群在教，而是我在學。他又想，馬克圖布店老闆終於開口說道：什麼意思？你必須生來就是阿拉伯人才能弄懂他的意思。店老闆回答說，大意是命中注定。他一邊熄滅水煙袋裏的炭火，一邊告訴男孩，可以用水晶杯賣茶水。生活的河流是無法阻擋的，人們爬上斜坡，往往會感到疲憊。而坡頂上有一家出售漂亮水晶製品的商店，備有清涼的薄荷茶。人們走進去喝茶，茶水都盛在漂亮的水晶杯子裏。我妻子從來沒想到過這樣做。有人突然想到，當即買了幾隻水晶杯，因為當晚將有客人造訪他家。賓客們一定會對這些綺麗的水晶杯驚詫不已。另一個人打包票說，用水晶杯喝茶永遠都是最可口的，因為水晶杯能更好地留住茶香。第三個人又說，使用水晶杯來喝茶是東方的傳統，因為水晶具有魔力。沒過多久，消息就傳開了，很多人爬到斜坡頂上來，想見識一下這家在如此古老的行業裏獨出心裁的商店。又有一些用水晶杯賣茶水的商店開張，不過由於不在斜坡頂部，生意十分冷清。不久之後，水晶店老闆又僱用了2名店員。他在採購水晶製品的同時，購進大量的茶葉，供那些追求時尚的男女來店裏消費。6個月就這樣過去了。聖地牙哥在日出前醒來，從他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算起，已經過去了11個月09天。男孩穿上白亞麻布的阿拉伯服裝，這是他特意為這一天準備的。他在頭上包了塊頭巾，用駱駝皮做的頭箍固定住，穿上一雙新涼鞋，悄悄地走下樓梯。城市仍在沉睡中。他做了一份芝麻三明治，喝了杯用水晶杯盛着的熱茶，隨後便坐在門檻上。一個人吸起水煙來，他默默地吸着，什麼都不想，只是傾聽着那持續不斷的風聲。那風帶來了沙漠的氣息。抽完煙之後，他把手伸進衣服的一個口袋裏，然後端詳了一會兒從兜裏掏出來的東西，那是厚厚的一沓錢，足夠用來買上120隻羊、一張回家的船票和一張貿易許可證。有了許可證，他就能往來於西班牙和摩洛哥做生意。他耐心地等到店主醒來，開門營業。兩個人又一起喝了點茶。今天我就走了，男孩說。我有了買羊的錢，你也有了去麥加的錢。店主沒吭聲。
請你祝福我。男孩又說，你曾經幫助過我。老闆仍舊一言不發，默默地沏着茶。過了一會兒，他轉過身來，面對男孩，我為你感到驕傲。他說，你為我的水晶店帶來了生機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不會去麥加，就像你知道自己不會回去買羊一樣。這是誰告訴你的？男孩驚訝地問。馬克圖布水晶店老闆淡然地說。他祝福了男孩。聖地牙哥回到房間裏，把自己的全部東西集中在一起。那是3個裝得滿滿的包。正要離開時，他發現以前放羊時用的舊搭躺在房間的一個角落，皺成一團。他幾乎記不得它了。裏面還裝着那本書和他的外套。他一邊往外取外套，一邊想着要把外套送給街上的某個男孩。就在這時，那2塊寶石滾落在地，是烏靈和圖明。男孩想起了撒冷王，並驚訝地發現自己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想到他了。為了不至於垂頭喪氣地回西班牙，這1年來他不停地幹活，一門心思想着掙錢。永遠不要放棄你的夢想，撒冷王這樣說過。要遵循預兆行事。男孩從地上撿起烏靈和圖明，再次產生了那種奇怪的感覺，覺得撒冷王就在近旁。他辛辛苦苦幹了1年，預兆表明，現在是離開的時候了。我會重新成為原來那樣的人。男孩想，只是羊群並沒有教我阿拉伯語，但是羊群卻教過他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即世上有一種人人都能理解的語言。在使水晶店興旺發達的那段時間裏，男孩曾經運用過它。這是一種熱情的語言，表達着愛和毅力。用這種語言可以尋求所期望或堅信的東西。丹吉爾已經不再是個陌生的城市。男孩覺得他已經征服了這個地方，用同樣的方式，他也能征服世界。當你想要某種東西時，整個宇宙會合力助你實現願望。老邁的撒冷王這樣說過。但是，撒冷王卻沒說過有人會騙取錢財，沒說過大沙漠浩瀚無垠，沒說過會有知道自己的夢想卻不願去實現的人。撒冷王也沒說過金字塔只不過是一個大石頭堆，而且誰都可以在自家後院裏做一個。還有一件事他也忘記說了。當手上的錢足夠買下比原來還要多的羊群時，就應該買下它們。男孩拿起搭，把它同其他包放在一起。他走下樓梯，老闆正在接待一對外國夫婦，同時還有2位顧客一邊在店裏轉悠，一邊端着水晶杯喝茶。早晨能有這些顧客就相當不錯了。